在台湾体理中心的埔里，古名安岛水沙连，从叶片出土的古币啊，沈文头、老玉器来推算，现在史前时代的埔里主要人类很多呀。日本学者就是讲过，埔里是人类学的宝库，因为埔里有原住民、平埔族、火龙人、和客家人，族群和文化全部当多年。玻璃小布赛吹挂。哎呀，煮起来个呛个好食，俺煮会到姜嘛啦，吼，会到姜嘛，俺拄啊好抬挑啦，咧从两是皮拄好啦，俺在伫咧小布萨行业啊，咱啊爸爸、咱啊妈妈讲，拢讲学啦，俺啊到外面就讲福佬啦，冇讲学啊。你子女敢过来要讲客家话？唔晓咯。无那个教啊，嘛还无限啊，既然出去咯，嘛无限哎，你做事啊吼，俺记咯定来背，俺现啊无限互咱去教啦。俺记得嘛，拢老甲咱到学堂因乡下吼，嘛拢无得讲啊。像古阿姨安尼，慢慢的为埔里奉献的客家乡亲其实当多，大约有3万人少。根据文献的记载。清早到清朝时代就开始有客家人入来埔里。到清朝是行开山抚番的政策以后，大量的客家人要停顿来埔里开垦。亚时期的客家人主要就是来自苗栗、新竹、桃园、和台中东市一带。因为长久以来生活环境的关系，才变到渐渐的被火龙人同化起来，甚至于当到埔里客家后生子弟。和第7家是客家人的。虽然当到客家乡亲到埔里跟火龙人同化起来，不过到埔里街巷的叶乡大家族，8公年来还在坚守传承客家文化的精神，子孙无分太细，深求无论客家、火龙。都有家庭制度，大家全部爱讲客家话。咱是十家的吼，台湾新口，咱的外家吼，大枪哈是心里加落掠，爱就伊掠片是讲会了，爱枪哈爱外家是讲介自然，所以两款的话俺拢晓讲，因学落讲自然，俺就来讲自然。讲会了，我就来讲会了。俺感觉吼，晓讲学话嘛应付了。所以吼，我甲个人讲诶，伊恁吼，伊恁晓讲学讲好啦，唔好讲伊恁诶学话拢用引起咧去。所以成因我诶成因，我拢教去讲学，所以我3个成因，大家拢晓讲学。我诶种诶黄，台里潮南，云林县诶潮南啦吼。教落了差不多30年啦，30年。学学吼是到我你学生个才可以学学啦，讲学是嘛应现去啦。生因咧学一期，我就学一期安啦。学到尾，人家自然就人讲嘛，讲我拢糖溜啦，就自然很自然就会了啦。你以前那个隔壁的顾坡啦，他都会讲说吼。讲吼，他都会讲哦，伊吼，咱因乡下吼，伊若讲嘛，甲项目吼，伊莫当作因骂伊啦。甲伊讲，袂人啊，某用板的，袂当作伊骂伊啦，爱为福啦，紧读紧学安啦。学落恁，咱唔晓讲，家己来食福。都有现代化的社会制度。
叶生态家族是埔里难得世代同堂共下下的一只利益。做得安尼，主要归功于阿公对客家忠孝传家文化的坚持。做起这份坚持，也会成为在地当地客家家庭的模范。一向一对一个客一年节，不管係對來對新口，係講對孫的吼，應就去一年哦。不但安樣hin哦，結果一個呢客家對個特別久啊，嘛，循環按照對，去到哪一度按照對。所以講，你講個客嘅振興啊，對雙嘅好啦。同喺巴嚟講啊，是世界嚟講啊，所以講冇人簽嘅啦，對客家嘅振興啊，就全部落嚟啦。所以講喺平常時代嘅孫的啊。嘛，用緊呢種講法啦，咁咁講落嘅講學路啊，所以講咧講法哦非常重要。今年86歲阿公葉建國，係埔里在地嘅客家人。從民國前3年，亞太規劃客人從桃園新屋遷徙到埔里，已經將近有100年嘅歷史。100年來，葉屋秉持客家人刻苦耐勞嘅精神，都有一個新天地打拼。葉會對愛顧嘛，佢了對愛鋪啦，了對愛鋪啦，佢了對愛爸，佢了對愛妹啦，愛妹啊，佢了對愛細人啦，今了個拍提5個哦，佢了個提3啊嘛，哦，我哋嘛看好唔清楚啊啦，我是同愛講啦。當時下個玻璃啊，就是個是종로啦，종로嗰度啦，喊到종範書啦，喊以後呢，同종경照啦，종경照嗰度啦，喊到南美本來冇做事嘅嚇，到종呢書書啊，喊到종鄉貓啦，就個종鄉貓樣啦。hắn chịu了nó mới không mau khả năng hoàn hố à xí xe là chẳng có trùng xịt đấy hắn trùng xịt đấy trùng đeo đeo xịt nó còn đeo nó mới xịt đấy tụi mô hố à hắn xịt chẳng cho nó tổ kỳ xa hắn nào mới chẳng xiong xiong chẳng nó tổ yêu chít tổ đeo này chẳng nó tổ kim tổ đeo mà nó này早期從撇位賽來埔里嘅客家人，主要嘅經濟作物有4項。樟腦、香茅、生切、和薑州，一道農作物較多做喺中島山地度，故早期嘅客家鄉親一天來入山辛苦來開墾，想到以前階段艱苦嘅做山嘅日子，阿公嘅木質強強就安尼跌下來。迄若是講受到講迄當陣嘅環境啦，當然迄是流目屎，我要艱苦過啊，艱苦上路用錢人家足了解啊。所以呢，我哋咪看到人啊，係講真正有艱苦嘅啊，拄到啊，係講欠用到講3、4千元啦，你讓我講，我冇條件我就見到，看到啲苦嘅人啦，所以我咪要熱苦啊，裝了按照捐款救治費啊，像啲學狗啦，要困難嘅學生啦，喺地方呢。要艱苦嘅人啊，3、4千元啦，要低到啊，我哋就要納問題啦。家下對講，我哋按照個關於今年上個用款2屆啊，13要籌備13啦，12年100、200我就落去收啊，收起個錢啊，將佢做啲基金嘛，做啲呢啲金蘭對治費啊。要苦我嘛要做咁樣。因為艱苦過，故作行客做得將心比心，留一種大愛散發出去。阿公不但熱心照顧鄉里，對客家文化當有心推動嘅佢。3年前，無任何資源聘書嘅條件之下，佢創立嘅埔里客家文化發展協會，希望借協會嘅推廣，讓漸漸嘅會消失嘅客家文化做得延續下去。
也是埔里客家文化发展协会成立3年以来，第8派年参加南投县举办的客语演讲比赛，比到参加等等入来的比赛，客家协会的成员全部比小朋友还较紧张，伊有限客家组来教小朋友，希望家头到电台后做出好好的表现，得到好成绩。当初要成为新的咱来客家协会啊，我哋是客家人，我哋嘛要做出咱来优点，不能讲天头往来啊，我哋对我哋祖先啊，将交代伫下山里面啊，可能我想啦，我今日有个死嘛，可能上天啦，也来无形啊，也有出卖我们啦。是狗屎百事挑。是水上的水烟挑，卡时我是小红线上，我会用钢眼钢下个线，来钢下的腿，希望大家。会不会紧张？不会。紧张的时候要怎么办？对。那你现在最害怕的是抽到哪一个题目？为什么？陪魔术。母语是一个族群的灵魂，为了安让客家话做得重新到客家子弟之间流传，客家协会主动为客家子弟争取客家话的母语教学，终于到客家学生的较多的水面接受，这项客语教学。全美国民学校，伊俩两节理、热心理啦、向前理嘅家长，这个学生嘅成绩呢，做得讲大部分90%盘拢系客人啦。不过政府伫个推行母语嘅时节，全美国民学校去教学落尾，冇教学尾，所以我哋伫民国95年到9年。林校长非常让我哋支持，所以开始教客家话。所以我做得讲，来全美国民学校教客家话，读教育年啦。你是客家人吗？妈妈还是客家人，我当然是客家人啦。妈妈是印尼人，爸爸是客家人，所以我是印尼人跟客家人。那妈妈会不会讲客家话？妈妈会不会讲客家话？会啊，印尼人。真的哦。那在家里都跟谁讲客家话？爸爸妈妈。因为没有跟阿公住在一起，所以就没有跟阿公，爸爸回来就问，今天学到什么？后来我就说不知道。是用客家话问你吗？怎么问？爸爸会怎么问？忘记了呢。阿爸问我。阿爸问我。今日伫學校要博嘅升旗嘅事情嗎？學校。要博解升旗嘅事情嗎？要解升旗嘅事情嗎？你講當多。伫學校啦，同學窮下了當升旗。可是老師你說太長了，我們忘記。當升旗。當學校。當學了。老土中苗提起的客語教學無共樣，雖美國小無採用客委會編的教材。因為書上記到希臘、埃及等等的歷史故事，對於只會談唔會講的埔里客家小朋友來講，確實係冇簡單的事情。就像學習英文會話同樣，從總幹事讓學生嘅都輕簡單的生活用語來開始。我感覺教學生呢，教成員呢，實在都係應該偏向嘅生活教育方面來到去教育啦。普通時應該伫家庭嘅生活，無論講食飯啦、三餐啦、野外啦，不可能也得向體嘅啦、自摸嘅啦，也得愛樣板來講，實在也得成日基本唔曉哦，所以我弄啲生活教育方面先來教。我哋係講出嚟嘅。
吹一下，吹一下。油哈，客家人都会去打那个香油来炒菜呀、做菜，所以会很香哈。客家的家庭哈，跟油葱酥是那个香油酥啊哈是离不开的哈，没有那个原料的话，好像就是缺少什么一样哈。而深入了解客家精神，做了从客家人室内文化来入门，也是客家协会为普里乡亲所成立的客家美食培训班。含香皮，一直是传统客家菜的特色，依照年节、季节发展出来的人达班的，要反映了客家族群勤俭刻苦耐劳的生活精神。我都带呀，培训就客家协会的吼，来咱来讲即有了个咧活动，我都来参加，甲咁好。老师教的东西吼，拢像红烧肉啦、红烧牛啊吼，迄鸡的姜啊都很好，所以说我就有个兴趣，所以才会这样子在一起。就对煮菜有兴趣啦，或者说趁这机会来学一点客家菜。不是客家的，但是对客家美食有兴趣，所以有机会就来多吃。客家菜呢，做嚟讲。除了传统的以外，吼，还教大家做铁房的铁扇，吼，普里皮的铁扇，吼，来做用客家的元素，吼，单一比做客家菜，像条味的莴笋啊，吼，我们用莴笋来做个鱼干，吼，像条味出山香菇啊，啊，用香菇来炒半条，哈，像也会有出山嘅菇类，还有青红色菇类，像杏鲍菇啊，哈，也俺们老弟拿来做用凤爪客家元素凤爪哈，去做菜哈，太好人太家嘅反应哈是挺好的，因为我很好吃哈。那大家都很乖，对不对？那我们再来复习功课哈。新年街适多出汗，新年街適多出汗，本年適多木積出，本年適多木積出。沒挨講沒有啊？真的是嘞。好吃，真好吃。按好吃的，我都没有插吻，你给我拍。有啲學生啊，佢不但按客家嘅來參加，來從有愉快咯，按有嘅學員嘅，嘛真多有嘅學老人咯，也有嘅有嘅外成員，全部要，佢都有學員嘅，佢會講按客家話，個按客家嘅生活，佢又看到前路睇，所以一下嘅學生嘅人是要差唔多要20名，要熟咁樣為學員嘅建設。我要咧從咧客家高giáo班吼，對比到發展嘅呢客家文化、客家嘅精神。上課吼，我哋食湯嘅吼，都冇客家嘅上課吼了解，感覺嘛，
安尼来创吼下饭鱼的项目咯。客家话怎么说？是因为爸爸来参加，所以就想给他来学一点。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听到老师跟爸爸可能音乐很好听，所以就跟着开始。好听的客家山歌，假使无人传唱，就会慢慢的消失。客家文化要从山歌培养，需要有人来教，有人来传唱。尤其到埔里这个地方，保存客家文化还较无简单。不过经过一摆又一摆困难，才成立的埔里客家协会已经40年。接下来就看大家怎样的合唱下去。我是宝马。也係我學校講嘅第一支客家話，嘛係30年來，敢若曉得講嘅一支客家話，但是特別講兩支話嘅時陣，家婆談到總係真歡喜，曉得講，唔係曉得講哦。這是我學會的第一句客家話。每次遇到客家人，我也都會跟他們講這句話。因為外公外婆的孫子都講國語，也不跟他講客家話了，所以他們80幾歲了還要學國語。在埔里其實有很多客家人，就像我一樣，媽媽是客家人，爸爸是閩南人，可是在我們的生活裡面並沒有講客家話的機會。借由這一次的拍攝機會，然後讓更多像我這樣子的埔里客家人，然後能夠回來埔里為客家的文化或者是客家文化的傳承做一些事。